好，第四，你可能又会问的就是，如果这个雇佣合同真的没有盖章，那么会怎样呢？哈哈哈，这里你要注意了，刚才我说了嘛，每一份雇佣合同都要盖章的，如果真的没有盖章的话，就是犯法啦。那么犯法的话怎么办呢？要被罚款咯。那么你又问，你这罚款是怎样呢？多少钱呢？那我刚才说了嘛，你要在30天内拿去做盖章。如果你过了那个30天，你迟了，可是你没有很迟啦，迟不到3个月啊，不到3个月的话哈，那个罚款呢是50块或18%，何者比较高？对，是何者比较高哦。那个18%就是欠下来的那个印花税哦。可是通常我们都知道10块钱的18%才1块钱嘛，肯定是50块比较高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如果你说你迟了超过3个月了啊，真的超过3个月了怎么办呢？那么罚款就会是100块或欠税的那个20%，也是何者比较高？然后又同样的10块钱的印花税，20%才2块钱，肯定是100块比较高，那么就是罚你100块咯 ，OK？